界嘅太白海鮮舫，叫二人餐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ig Dog Channel。今日放假，帶咗 Taco 去食9界嘅太白海鮮舫。我哋今日去啟德嘅雙子匯，大家帶狗嚟嘅話，記得要帶車。12樓一出 lift， 直行轉右，見到張金碧輝煌嘅龍椅，就代表我哋到啦。呢間餐廳主要係食港式車仔麵，裝修嘅設計係中國宮廷風。近窗呢邊嘅台凳都係屬於寵物區。呢度係餐廳最角落嘅位置，呢度就係寵物區。但係我想講呢，呢度嘅風景係好靚噶，落地大玻璃，望晒成個啟德景。呢度嘅寵物友善安排真係非常之窩心啊！首先呢個寵物區呢，有落地大玻璃，環境好好。之後每一個位呢，都有放咗個箱，入邊已經有塊尿墊，咁就可以放隻小狗落去陪住你食嘢。至於大狗嘅朋友呢，地下呢就鑲咗一個扣，咁你就可以扣住條狗帶，唔使用手拎啦。點餐方法都好車仔麵風格，唔用 QR code，用點餐紙。如果係2個人一齊嚟，我建議叫2人餐。我哋計嗰條數，比起只係叫2碗3餸麵，加多少少錢，就有小食同涼菜，仲有2杯飲品。Taco 又係好乖咁靜靜地坐咗喺度。落完柯打冇嘢做，周圍逛逛先。我哋見到個玉皇大帝小商店，有寵物零食賣。我哋見到呢張海報都幾得意，話只要俾入會費3650蚊，就可以每日食3餐，食足1年2餸麵，好似幾抵咁。如果我住附近都有興趣 join。沙爹湯係好味嘅，不過我覺得鹹咗少少。呢個係豬頸肉，好味。沙爹湯好味。食完就埋單，去其他地方行下。補充一點，呢間餐廳有攞牌㗎。重點嚟啦，記得要去呢個金碧輝煌嘅龍椅打卡。我望到呢張龍椅，諗起太白海鮮舫，因為睇食神嘅時候都見過類似嘅龍椅。我自己就未去過太白，如果重開嘅話，一定要入去睇下真嘅龍椅。最後一站去埋空中花園。可能想打下卡啫。係啊，好靚啊，兜個圈。狗仔唔可以落地下。空中花園好靚，環境又舒服，仲可以睇晒成個啟德景。可惜嘅係，應該唔可以俾狗狗落地。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條影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